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时间过得好快哦，又到了一周一主题的节目单元了。系呀，你好好自家天使学院嘅单元节目，到底也已经播出有4月正日嘅时间咯。是啊，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双子星有线电视来制播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让我和小邓老师有机会坐在这里为大家介绍客家多元文化。确实系啊。族群文化就是要透过传播分享，掌握了解民化哦。语言文化更加要透过不断嘅重复、掌握它到传承嘅目的。没错，这11个多月以来呢，真的让我收获良多。相信观众朋友也对客家相关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呢。小邓老师今天要为观众朋友介绍什么呢？今本日节目单元啊，我来介绍客家嘅三角采茶戏。要介绍客家的三角采茶戏。系呀，台南市呢，算係以福佬話為主嘅態度飛起哦。大部分人啊都係講福佬話。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當年啊年下嘅時間呢，都會邀請客家傳統戲劇團來台南演出。本人台南地區更加多嘅民眾來認識客家。什麼是三角採茶戲呢？客家戲曲啊，做得分做小戲、老大戲兩部分。小戲呢就是三角採茶戲，也按到三角戲。它要從明末清初時間呢，係民間小戲最發達嘅時節，從摘茶工作時節所創嘅採茶歌戲師，漸漸嘅讓民間歌舞配合，形成了採茶隊，也有稱作茶蘭隊。後來表演嘅內容唱腔老形式不斷嘅演變，成多樣性，再加上弦樂器嘅演奏，漸漸嘅發展為只有三個角色。也就是兩個阿旦，一個阿粗嘅形式。表演嘅風格呢，輕鬆又活潑嘅又神奇。內容有時間呢，你係即興嘅演出為主，故事簡單，反映生活嘅小戲，也就是所謂嘅三角採茶戲。所以客家的三角採茶戲，主要就是由2位花旦、一個丑角所扮演的戲，就叫做三角採茶戲。那有沒有比較具體的劇情呢？三角採茶戲啊，係由摘茶嘅莊三郎賣茶嘅故事來得名。從早期呢，先民隨等移民傳入台灣之後，漸漸地流傳到客家族群耆老當中，尤其在呢個清末民初時間呢，最鬧棚啊，嘅歌詞老對白差唔多都有一套嘅常識，嘅劇情啊，唱腔固定，故事分做幾下段，就以莊三郎採茶賣茶作為故事主要，用說拍唱腔來鋪陳劇情。如果加入簡單嘅歌舞動作，一種表演方式老內容，就係講係早期來台客家族群最愛看嘅，也就係講係相當珍貴嘅無形文化資產。原來三角採茶戲是由摘茶當中張三郎賣茶的故事而得名。那從早期客家先民隨着移民傳到台灣以後呢，逐漸的流傳在客家族群聚落當中，尤其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最為熱絡。那歌詞和對白差不多，都有一定的程式哦。劇情呢唱腔固定，故事分為好幾段，就以張三郎採茶賣茶作為故事的主體，用說白唱腔來鋪陳劇情，再加入簡單的歌舞動作。這種表演方式和內容可以說是早期來台灣客家族群最愛看的，也可以說是相當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呢。傳統嘅三角採茶戲已經很難看得到，大部分都用於拍戲來看表演，呈現新嘅藝術風貌。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根本你就講到呀咯。我啦，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